一位舞者若是连示范洗头动作就会昏去，等于是讲伊的舞蹈人生就此中断。4当前，杨小姐因为练舞时被舞伴踢着头而昏去。当时虽然有送医检查无脑震荡的状况，但后续时常会出现昏倒的情形。一直到去年，才来到基美医学中心接受陈真莹医师的检查。经过检查发现，是红仔棍的筋膜受伤，加上神经旧伤所产生的颈源性眩晕。医师建议杨小姐接受再生注射治疗。现在眩晕的状况已经未过发生。颈源性的眩晕呢，是以前造成眩晕原因被忽略到的一块。眩晕大部分80% 是来自于血管性的，或者是内耳失衡，但事实上还有2成的病人常常是来自颈部的受伤，可能你在浴室滑倒，或者是说你车祸受伤，或者被追撞。那像我们这一个案例呢，就是因为他是练舞，或者是我也收过练功的时候受伤的病人，那么这一块以前是被忽略掉的原因治疗。那在我们这个案例上面，就是除了传统的给予药物这些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给予营养的调理，那接下来再用再生注射治疗，将受伤的神经释放出来，而且使它痊愈，改善了他们这种眩晕的症状。但主任指出，水解离神经系统疗法是介入性痛痛治疗的一种技术，医师以影像导引注射5帕葡萄糖水，释放神经以达到治疗目标。而且介入性痛痛治疗有着低风险、低侵入性，副作用较少，治疗时间较短的优点，也无需要转身麻醉，也无空喙，适合各种年龄的病人施行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